好，请问爱办理乜嘅事务呢？我本票价此条路，你下无适合做，相爱寻条路。咁我先甲办理求职登记，你14年内未有人甲联络，请去面试。我和相爱申请新业补助。好啊，迄讲做下都无录取，到第15年就会完成新业认定。接下来，我将请劳工保险局发新业给付本金。请问是得补助几久啊？最多是得补助6个月咯。加呢份申请单，请到分行写。迄讲拄到问题，随时是得来问我哦。好，罗兰。看你亲近客，你遐爱定先来认识一下几个重要的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得入吗？七条路，七条路，解雇或辞退也可以。求职，求职。求职，失业，失业，失业，给付，给付，给付，录取，录取，录取，申请单，申请单，申请单，最多。最多，最多。接下來，我哋要學到接送用到嘅機器。我先跟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先跟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先幫您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先跟。我先跟。我先幫您。辦理，辦理，辦理。華語說辦理，口語上客語會說辦。華語辦是念不送氣的不按辦，客語念送氣的不按潘。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字的發音哦。我們一起來念一次：辦理。辦理，辦理，我先跟辦理，我先跟辦理，我先幫您辦理。求職登記，求職登記，求職登記。剛才的對話中是辦理求職登記，這裡有一個字要特別注意它的發音，就是求職的職。是一個很短促的音，職 ，Q 職，我們一起來念一次 Q 職。最後，我們再來練習完整的句子。我先跟辦理求職登記，我先跟辦理求職登記，我先幫您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們可以再簡化句子。我先跟登記，我先跟登記，我先幫您登記，